大多倫多地區持續多日受山火煙霧籠罩之後，空氣質素終於改善。截至星期日下晝4點，加拿大環境部已經移除多倫多嘅空氣質素警告在內嘅所有警告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已回落至低風險，未來幾日維持喺低至中等風險水平。隨住空氣質素改善，多倫多市政府星期六下晝2時重開室外泳池同埋嬉水池，但係表示會因應天氣以及空氣質素變化，再決定係咪暫停戶外服務。多倫多北約克一棟住宅發生致命刺傷案，一名29歲嘅亞裔女子身中多刀，當場證實死亡。警方其後拘捕死者嘅28歲丈夫，控告佢1級謀殺。警方表示，星期六下晝2點35分過後，接報 Fairview Mall Drive 一棟住宅有人持刀，隨即同救護人員趕到現場。涉事大廈位於404公路以西 Sheppard Avenue East 以北。警員喺大廈走廊發現身有刀傷嘅女子，救援人員為佢急救，但係佢最終當場死亡。警方確認死者係29歲嘅天溫。警方話疑犯喺警員到場之前已經離開。調查人員其後拘捕28歲嚟自旺市嘅 Martin Lai， 控告佢1級謀殺以及冇遵守承諾條件。佢原定於星期日上晝喺多倫多保釋法庭提堂。警方冇進一步交代刺傷案嘅詳情。今屆由美加墨主辦嘅世界盃圓滿結束，西班牙喺加時攻入1球，以1-0擊敗由球王美斯帶領嘅阿根廷。西班牙相隔16年第2度奪得大力神杯。西班牙全場佔盡優勢，全場有20個射門，但係9攻不下。補時期間，阿根廷嘅安素費蘭迪斯撞低古巴斯，球證出示第2張黃牌，令佢2黃1紅被逐出場。打多一個人嘅西班牙喺加時憑費蘭托利斯嘅入球，以1-0取勝，成功阻止阿根廷衛冕。而星期六嘅季軍戰上演入球騷，全場攻入10球，創下世界盃季軍戰單場入球紀錄。薩卡連中3元，協助英格蘭以6-4擊敗法國，取得隊史第2屆世界盃成績。加拿大有360萬個合資格家庭，由星期一起將獲發上調後嘅加拿大兒童福利金，即係俗稱嘅牛奶金。每名6歲以下兒童每年最高可獲8157加元，6至17歲兒童每年最高可獲6883加元。聯邦政府星期五公布，新一年度福利金較上一年度增加，6歲以下兒童每名最多增加160加元，6至17歲兒童每名最多增加135加元。經調整嘅家庭淨收入低於37487加元嘅家庭可以領取最高金額。國務秘書 Angini 表示，增加後嘅每月款項將協助家庭支付學校用品、衣物同日常食品等開支。佢話投放資源喺兒童身上，等同投資加拿大嘅未來。加拿大兒童福利金會因應生活成本調整，自2018年起，每年按照通脹指數上調。年度調整喺每年7月1日生效，配合新付款年度展開。每個付款年度由7月1日開始，直至第2年6月30日。家庭實際收到嘅金額取決於受照顧子女嘅人數、年齡以及上一年度經調整淨收入等因素。兒童嘅主要照顧者必須提出申請，父母如共享撫養權，雙方各自可獲相等於擁有全部撫養權時應收金額嘅一半。政府公布引用嘅研究指出，呢項福利對家庭有明顯幫助，包括支援單親母親，減輕低收入家庭面對嘅嚴重糧食不足問題，而且令家庭更容易負擔食物、住所同埋兒童衣物等生活必需品。卡加利一名11歲自閉症男童失蹤超過2日，超過200名警員參與搜索。亞省政府因應案件嘅特殊情況，星期六下午破例發出安帕警報。失蹤男童 Parker Wells 唔識講嘢，認知能力相當於2至3歲兒童。警方相信佢喺星期四上晝11時08分至11時41分之間離開 Connaught Drive 西北一個日間託管住所。佢其後喺中午12時30分至1時之間最後一次於 Thorncliffe 社區出現。警方星期六公開一張新嘅閉路電視影像，
顯示 Parker 星期四中午12:52身處 Travis Crescent 東北5000至6000號路段。警方又喺 Northmount Drive 西北0至100號路段發現相信屬於佢嘅衣物。Parker 身高約150厘米，體重約41公斤，有啡色頭髮同啡色眼睛。警方相信佢目前赤裸上身，身穿灰色短褲、黑色 Skechers 鞋，並戴住黑色隔音耳機。警方呼籲卡加利全市市民檢查自家後院、棚屋、車房、冇上鎖嘅車輛、露營車、熱水浴池同埋泳池。由於 Parker 喜歡水，警方特別提醒市民仔細查看有水嘅地方，但係唔好進入他人嘅私人地方。警方表示，若果發現 Parker 唔好接近佢，即使呼叫佢冇回應，亦應保持距離，立即報警並提供位置。調查暫時冇跡象顯示涉及刑事行為。警方相信佢可能自行走失，並強調冇理由相信佢已經死亡。Parker 嘅家人表示唔知道個仔係咪安全，令全家承受極大嘅煎熬。呼籲市民查看閉路電視及車 cam 片段。任何人有 Parker 下落嘅消息，可致電403-266-1234聯絡警方，亦可透過滅罪熱線匿名提供線索。多倫多警方正調查星期五下晝喺士嘉堡發生嘅一宗3車相撞事故，意外造成至少1人送院。緊急救援人員喺中午12時半前接報前往 Birchmount Road 與 McNichol Avenue 一帶。救護人員表示，3人被送往醫院，其中1人傷勢嚴重，被送往創傷中心，情況穩定。另外2人則因輕傷接受治療。警方表示，3名司機全部留喺現場接受調查。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對今日新聞嘅睇法，仲有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啊！